順德勒流龍眼村有一個古老的龍眼點睛習俗，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。每年的農曆5月初3，珠三角各地的龍船爬船進入龍眼村新湧口靠岸，船手卸下龍頭、龍尾及船牌，在人們簇擁下和歡呼聲中步入太尉廟堂。廟中的主持人口念誦詞，用朱砂在龍頭、船牌和龍尾上點3點，寓意來年平平安安。點睛結束後，主客雙方互贈禮物，船手捧着龍頭、龍尾拜祭漢太尉。各龍船完成點睛儀式後，爬龍舟圍着龍眼村巡遊，互相潑水喜慶。